聖經裏邊嘅平安唔單止係出入平安，冇衝突或者係戰爭，更係指一種無論外在環境變成點樣，都能夠持守心中寧靜同埋安穩嘅狀態，成為我哋面對困難嘅力量。如果你都想擁有呢種平安呢，就要謹記以下4個重點啦。第一，平安係嚟自上帝，即係神嘅恩典。咁樣我哋就去肯定平安係上帝樂意同埋主動賜俾我哋嘅，而且係一種不能被動搖嘅平安。約翰福音14章27節，我把平安留下給你們，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給你們的，不像世人所賜的。你們的心不要激動，也不要害怕。第二，就係要同上帝建立個人而真實嘅關係啊！我哋信仰核心就係同上帝嘅關係。如果要經歷真正嘅平安，就必須同上帝連結。因為當我哋遠離咗佢咧，內心就好容易有啲扭曲嘅價值觀，或者咧一啲似是而非嘅聲音充斥住啦。咁樣就好難有平安噶啦。羅馬書8章6節，屬肉體的思想帶來死亡，屬聖靈的思想帶來生命和平安。第三，要向上帝求啊！既然平安係嚟自上帝，我哋梗係要向佢求啦，仲要懷住感謝嘅心去禱告，因為呢個咪就係信心咯。有信心先至會專注喺上帝上面，得着平安。腓立比書4章6至7節，應當一無掛慮，反而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，並且懷着感謝的心，把你們的需要告訴神。這樣，神所賜那超乎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思意念。最後就係記住，上帝係信實噶。當我哋願意踏出信心嘅一步，上帝必按自己嘅應許，令我哋得着平安。以賽亞書26章3節，堅定信靠你的人，你會保護他十分平安，因為他依靠你。祝大家平安。